我仲係唔明白數學家邊度嚟對象研究啊？你回想一下，中學數學嘅概念都有邊啲？咪就係嗰啲三角形內切圓同外接圓啊，多項式嘅因式分解啊，圓錐曲線標準式啊，直線嘅斜率都係學緊點樣計算。咁係因為中小學嘅概念都係比較簡單直觀，用例子就可以明白，所以會強調計算。但係呢種理解方法到後來就出現問題，例如微積分建立時要計曲線嘅度數，就係 x 同 y 有無窮小變化時相隨嘅斜率。咁呢個無窮小係乜嘢呢？仲有乜嘢係連續函數？用單純嘅直觀去諗，咪就係佢嘅圖像係一條連續曲線。但係研究連續函數係咪可以微分取度數，就出現咗錯誤結果啦。著名嘅物理學家安培曾經宣布證明咗一條定理，話連續函數幾乎到處都可以微分。唔通唔係咩？一條曲線除咗幾個點可能有角，唔會有切線，計唔出斜率，其他地方都可以計斜率啊。好多數學家都咁諗，但係幾十年後 Weierstrass 就發現反例，係一組連續函數，冇一個點係有度數嘅。個函數嘅圖像係咁樣，無論點樣放大，仲係可以見到鋸齒狀。呢個函數真係奇怪啊！其實連續函數大多數都係咁樣無處可微噶，幾乎到處可以微分計到度數嘅連續函數，先至係少有嘅。不過我哋被自己嘅有限直觀限制住。19世紀中，數學家創造出 Epsilon Delta 語言，將連續、極限、可微嘅概念都嚴格咁定義出嚟，將無窮小嘅模糊概念清晰化。譬如我哋話一個函數 f 係一點 x0 連續，如果對任何大於0嘅 Epsilon 都存在一個大於0嘅 Delta，使得當 x 同 x0 相差小於 delta 嘅時候，咁 fx 同 fx0 相差就小於 epsilon。呢個定義好特別啊！我要再諗諗，試一試諗諗定義背後嘅含義，從而得到直觀嘅了解。另外一個例子係19世紀非歐幾何嘅發現。中學嘅歐幾里得平面幾何係建立喺5條公理上面。呢5條公理係：第一，過任何唔同嘅兩點都可以作唯一嘅一條直線；第二，任何線段都可以延長為一條直線；第三，以任何線段為半徑，線段嘅一個端點為圓心，都可以作一個圓；第四，全部直角都相等。第五，一條線段同兩條直線相交，喺其中一側嘅兩個內角和，如果小於兩個直角，咁呢兩條直線喺呢一側相交。第5條公理亦有另一個等價嘅，就係過一條直線外嘅任一點，都有唯一一條直線同呢條直線唔相交。所有嘅定理都係用呢5條公理推導出嚟。其中第5條係平衡公理，因為比其他4條複雜得多。唔少數學家嘗試用另外4條公理證明平衡公理，但係都失敗咗。後來發現平衡公理係獨立於另外4條公理，所以前4條公理係不能推導出平衡公理。俄國數學家羅巴切夫斯基同匈牙利數學家鮑耶各自發現前4條公理成立，但平衡公理唔成立嘅非歐幾何。呢個新嘅幾何稱為雙曲幾何。喺雙曲幾何嘅平面中，過一條直線外嘅一點可以有多於一條線，唔同呢條直線相交。呢個性質唔符合我哋嘅直覺，但卻係同另外4條公理邏輯冇矛盾嘅。穿過一點可以有多於一條平行線，比嗰個冇一點可以微分嘅函數仲奇怪啊！
點可能啊？想象唔到啦。我哋嘅直覺係建立喺我哋身處嘅近似歐幾里得幾何嘅世界中，所以冇意識到有其他幾何存在。嗰個時候，好多數學家亦係覺得不能接受，但係後來構造出雙曲幾何嘅模型，發現喺模型中，非歐幾何嘅5條公理都成立。我哋可以睇龐加萊嘅上半平面模型，正如將地球投射到平面嘅地圖上，會有距離嘅扭曲，而喺呢個模型中，亦係將雙曲幾何嘅空間影射到上半平面，亦出現咗距離嘅扭曲。喺呢個模型中，喺一個點附近嘅雙曲空間距離，係喺平面上嘅距離嘅 y 分之一。如果有一把尺喺呢個雙曲空間中，咁呢把尺越靠近 x 軸，喺模型上睇起嚟就越少。等等，如果一個點附近嘅另一個點同呢個點 y 坐標相同，咁距離伸縮嘅比例都係 y 分之一。但係如果 y 坐標唔同，距離伸縮嘅比例就唔一樣啦，係咪啊？你講得啱，一個點嘅附近只係直觀嘅敘述，嚴格嚟講，可以用微分幾何嘅定義，每個點都有一個切空間，係所有過呢個點嘅曲線喺呢一點嘅切向量所組成，而我哋講嘅距離係定義喺呢個切空間上面。不過咁樣就扯得有啲遠啦。喺呢個雙曲空間中嘅直線，或者一般叫做測地線，即係兩點間最短長度嘅線，喺呢個模型中會表現為同 x 軸垂直嘅直線，或者係半圓形。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喺雙曲空間中，過一條直線外任一點，都可以畫出好多條直線唔同呢條直線相交。呢個真係好奇特嘅空間啊！數學家憑住形式化嘅定義同邏輯推理，發現咗好多事物，係我哋原來嘅單純直覺唔能夠想象到嘅。19世紀嘅數學亦因為從直觀走向形式化，使得數學嘅世界大幅度嘅擴張，催生咗唔係以狹窄嘅單純直覺，而係以嚴格定義同邏輯為基礎嘅純數學。不過，唔係話數學家從此就要拋棄直覺，而係通過形式化定義嘅改造後，發展出更加準確嘅數學直覺。就好似我哋從平衡公理嘅否命題推導出非歐幾何，後來又經過研究，將形式化抽象定義轉變為直觀嘅雙曲幾何模型。原來數學嘅世界係咁樣多姿多彩，仲以為數學只會做題，唔需要多少想象力嘅。而家先至知道原來數學又要邏輯，又要好強嘅想象力啊！